本土鹅跟白罗曼鹅配种过后的新品种。混血鹅，混血儿，哎，那个混血儿就是这个意思是吗？混血儿。我妈妈是外省人，爸爸也汉音啦，我也是混血儿。所以你是正统。混好的。对啊，混歪掉，外胚嘞。哦 you， 刚好会哈我不相信你们有。你这个有算多一点点，对不对？昨天妇女版不挨掉吗？你有入主5U哎，要表的5 U 哎，要偷接一点吗？你跟我讲，我就去偷。我知道一家，我有听到，什么叫做蝴蝶刀？蝴蝶刀就会安尼嘛，蝴蝶没办法安尼，所以唔会团中间。蝴蝶翅膀没有这么短哦。才吃半天的啦。你那个是《虫虫危机》里面的一只。对啊，不怕死还冲啊！哎，看不出来嘞，你妈妈叫清香，结果你们家吃重味。打落咧 balance 啊，balance。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鐘白強。今日嘅同朋友來到桃園嘅新埔。你看到吼，我今天很放鬆。為什麼？都是我的地，都是我的人。你有沒有考慮過新屋人其實不想把你當成他們新屋人？有嗎？可是那個鵝肉蠻贊同的呢。咩啊？這新埔規劃，加油一下，加油哈！那都幸福哈，因為畢竟還算是某種程度彩婷啊，今天特別為明珠姐準備了3盤小鮮肉。你很想知道哪3盤，對不對？不要，我只要知道2盤就好哎。哎，第1盤啊，我想到係荔枝柳，荔枝。我們大家好，來資料。哎，荔枝ปู你好，還有第2盤來了，哦，林迅傑林師傅。回來了。大家好。大家好，嚟到歡迎到今日新埔嘅潛水站。我要導演嘅係母女檔，來看到係陳雄志、劉信明，歡迎。歡迎。大家好。還有咱最近來歡迎到係梁公婆哦，看一下風中解lau清水寺。大家好。哎，感覺他們很有個性。今天我專門係走桃園在地的咖啡車，去跟他走哦。居然有耐就4.1哦。係啊，那就等於一直在約會耶，見到有人見有變呢。對啊，打一圈款的都彼此吼。哎，走。哎呀，今天要展現完全的默契，不太尬款。哦，那要導演冇 Q 用哦，我們這裡有專門駐村耶。哎呦，陳雄志，你本身係走廚師哦。係啦。幫忙而已。哦，走重串也係走細串呢？重串。哦。啊，還有自助餐點，唔過呢，那些來參加陳雄志老聽面吼，也都得新埔有乜嘅好高好料好水，俾大家來小姐。我呢有個綠色隧道。哦。大概要騎腳踏車，騎自行車，還係帶爸爸媽媽、小朋友去永安漁港，騎個綠色隧道。很涼，很舒服，很好走。哦，然後會推薦。哎，趙勳挑給徐姐做的時間，那個騎腳踏車，騎，是都甜嘅徐姐是都要嘅徐姐。你有甜筒哎，對，就可以去永安漁港學東西咧。真嘅，因為呢講到新埔睇界天，會上到一個遠岸唔講，因為台灣畢業咧客講唔講，就會到呀新埔呀到。真的，哎，你兩三就去過永安漁港嗎？有，常常去擺攤嘛。有嗎？我去隔壁餐，因為永安漁港其實分哈，就是1棟、2棟、3棟。如果我在第1棟嘅時間可以聽到他們叫價叫賣。啊，超。對，第2棟好像是做熟食嘛，一些小吃這些啊。那第3棟就是做那個盤桌嘅。它就是有那個飯桌可以吃桌菜的，對不對？都有去過嘛？嘿，哦，安侯在收菜，真的來到新埔一定要去好好玩一下，而且都有幸福一定要知道最帥的那個主持人一定是瑪莎。魚拜安侯，我都新埔嘅台。啊，你啊！旋風大家，旋風大家。快嚟看嘢踢出來。好，該下哈就講到哈，第3盤小鮮肉即將要登場了。好險不是你，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好彩。大家嚟打開來咯，嘣！哎呦，貴磅誒，對，貴磅誒牛。第3盤小鮮肉，我們掌聲歡迎一下。哦，來歡迎到菜天嘅牛年，都在乜嘅身材嘅牛年呢？歡迎到江文開江先生。宋太公，哇，有沒有？今天小，哎，這大鮮肉了，大鮮肉。來拿。哦，來，問大家看一下，哎呦，
哎，难怪放不进来啦。哎，你用为安太渣啊？哎，人家信丰的因的名产，牦牛啦。人家还算细只的哦。细只？哎，平常时因的牦牛哈，差不多10块哈，含入8斤人左右的。哎，人家算做细只，因为因的咱呢凶细，所以我今年选了较细只的来用。哦，本土鹅跟白罗曼鹅配种过后的新品种。混血儿。混血儿？哎哎，那个混血儿就是这个意思是吗？哎，混血儿。混血鹅的新品种。哎，所以人家食起来哈，动物嚼劲，入口也是极化的。哎，唔会讲食起来咬唔让。啊，基本身係做串燙師傅哈。本身串燙，可以串燙嘅。啊，今日就帶落去嘛，個牦牛嘅料理嘛。哦，就今日你用殺嘅。哦，最传统的方式，你行一种杀诶，是手扒鹅的意思吗？我们要白切鹅哦，看一看知道了啦，来，哇！然后问的，你搭配你乞丐客家的手工黄豆酱，太高了，吃这款呐。哎，这混血鹅好好吃哦，那是你心目最入名的牦牛，这种方式。料理方式有冻豆虫，现在比如讲就用脆的嘛做的。人家属于最原始的味道，就是用穿烫的方式。对，哎，真紧的，我带幸福啊，需要学的牦牛进行冻豆。不过这个新品种哦，它算是肉的纤维很扎实，不过不会硬硬的。哎，这个太敢吃的后生吗？后生，你还等一个懂 Jepson 吧？很常吃，哎，很好吃。它就应该好像一体撇挑的就厉害。对，客家的黄豆酱，黄豆酱哦，纯手工做的。哇，厲害！既然來到醒目嘅話，一定要拿下嘅牦牛嚟做料理咯，先嚟進行比賽。福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利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用菜地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魯菜。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一家之主送菜嚟。好啦，第一次料理黑牦牛，我们现在许愿一下，你希望这顿牦牛会嘛料理？评论中该下雪嘅东西，我已经觉得已经到达满分的等级了。天哪，你刚刚用盖菜，那问师傅好了，你期待这顿牦牛会嘛料理？那เขา是用超怪死嘅东西。哦，你该不会是要吃素鹅肉嘛？没有哦，没有，有点烂。烂的，有点辣，有一点辣，辣，来，像你要吃辣的对不对？这一对吗？姐姐给你辣的，来，我们带来料理黑吗？麻辣牦，够辣吗？够辣吗？哪一位最辣？要先都很辣。好，唔好，因為是吼，冇嘛強壯嘅牦牛吼，行行嚟到咱隨今我哋做嘅料理係風燒鵝，我以為泰國人家就帶來咖比鵝誒，咖比鵝，做啲習慣就冚弊啦嗬。好，主本泰國當期泰牦牛嘅編法，因為剛剛已經顯示了也嘅所以單槍用沙比樣嘅。真簡單咧，真基本咧。泰國有信心冇？有。馬上來進行比賽，比賽倒數3、2、1，搶開始。好，開始。牦牛好做料理冇？會煮較久啊樣。較麻好做料理，已經肉質本身就較硬實，纖維比較多。哎，我先提醒一下，你大家旁邊不要不敢講話，因為他只是講話很愛嚇人而已，理論上也是很搞笑，不要欺負人家。我們自龍哥效果都被他欺負了。好，來，哇，這個鵝寫了火虎啊，又係有滷膏係冇？哎，滷乜嘅？五香，還有插條殼。還有cái八角，八角啦，八角。等一下，你剛才講嘅3種食材，我相信大家應該一隻都冇湯會食吧？一隻係乜嘅？五香，係啊，五香。第二個白條扣，白豆蔻，哎，啊，第三種就八角，八角啊，用一個香油菜去滷嘅，點點酒，點點調酒。白胡椒粉，我請你們試試看那麼。哎，你要怎麼在上學呢？可以啊，當做沙司米色啦。因為要做麻辣，那個麻其實沒動繞頸哎，麻豆哪裡啊？這個有加什麼？那個你係媽媽的麻，媽媽的麻，加秘方，
好香！哎，你闻，想要拌面了。哇，搅面做搅面，哎，你上的都会该种肉的蛋肠搅搅些呢。哎，有卖吗？这个有卖吗？冇啊，该可以对不对？做点拌面翻真的真的。妈妈，你自己快个自助餐就走了哦。有。 OK，要有粥。哎，这个真嘅，我看得出来。辣椒系吗？不是，唔系，该系爱你鵝肉剁下來嘅肉，白白嘅肉，然後炒雞料。鵝肉。哎，哎呦，刚好會下我不相信你们有。你这个有算多一点点，对不对？昨天妇女版不挨掉吗？呢個就準備鵝肉誒，加白嘅鵝肉誒，要偷偷接一點嘛。你跟我講，我就去偷。我唔是來加聽到，我有聽到。什麼叫做蝴蝶刀？蝴蝶刀就會安尼嘛，蝴蝶沒辦法呢。哦，我唔會傳中間。蝴蝶翅膀沒有這麼短哦。來吃半天的啦。你那個是蟲蟲危機裡面那一隻。對啊，不怕是下衝啊。哎，看不出來呢，你媽媽叫清香，結果你們家吃重味。假落咧 balance 啊，balance 啊。 哦哟，问两位师傅就你这个应该都有加分效果吧？有，你自家先老几去煸过哦。本身都有调味，有甜味。对，独家秘方啊！这个是也能沾掉。哎，你们看到正妹都不让她做菜的，是不是？对。你做啊？因为我够棒了。举用够哈，在我们甚至面前，真本性要慢一点出来啦。莫见欢啊！啊，因为用无餐吗？唔是，你啊拿本去開是做得咧。哦。係。哇。哦，它就溜皮哈。一點點。好，廖姐踢我們壓出的色彩，我們先去那邊可以嗎？加油，好期待吃哦！要帶咖啡了係冇？哎，我們的鵝肉係鵝鼻耶。鵝鼻哈。哎，為什麼我們會特別挑那個鵝鼻嘅部位啊？鹹嫩。哦。啊，骨頭又潤同度哈。哎。啊，今日做嘅係豐瘦哦。哎。係你用上馬莎係想法？哎，我係想法。哦，所以平常時我這個要問媽媽，平常時你老公豆腐他有煮出來嗎？有哈。你看，他給你面子哦。你當會煮？當會煮哦。哇。哎，不過你們做咖啡餐車，兩位就習慣煮菜啊？有啊，俺不呀。他們的咖啡餐車賣講那種就是外面那種像速食咖啡啊，一些便利商店，佢哋有做嘅咖啡係自己自家摸嘅吼。哎，單品咖啡。哇！所以佢哋有動行，你看成個圈動態咧，所以你下做啲做起自家上來做嘅事情啊喲，追求夢想。而且我們的這個鵝肉嘅肥牛哦，好像就是肥油肥油哦，好像比較多一點。是有特別選過的嗎？哎。怎麼樣？想不想跟我們借秘密武器啊？呢個就準備鵝肉誒，加白嘅鵝肉誒，要偷偷接一點嗎？你跟我講，我就去偷。我是來加乾貨啊，這個有乾貨啊，這邊個就有。哦，這個他們是現煸啦，現煸的，懂厲害哦。但是時間要顧到哦。好，他皮嘅我先煸得來喎。好，誒火啦，開好咧，等下上過來哦。好。哇，有香嘛？有香啊！兩個兩鵝肉吼，冇先傳統過。怎麼關體的呢？所以會用兩個。應該是那個瘦嗎？這叫去炒的啦。係用炒的。這怎麼關掉了？該係水。本身就有水分啦。係水分冇，啱是溜過來。你炒來。係。這叫比過一多呀。做乜嘅水唔愛啊？唔愛。嘅血水。係血水唔愛。會比較混濁是嗎？係。啊，其實這種油去炒嘅肉會較甜，唔會嚟濕濕。而且好像是半熟哈，還沒有全熟。係。加會。全熟我調硬啊，全熟啊我調硬。哎，你要嘟嘟好，嘟嘟好。係。哦，麻辣的那個辛香料一定要炒給它香。我覺得我這組一定會贏哎。怎麼說？因為我懂上色的啊，好香哦。哇！真材實料。哎，公太肚皮啊。這個有加中藥嗎？有。兩位廚師，我老公，你有發現嗎？我們是老中料前邊容易炒一下。嘿。哦，炒過嘅醬好香。有一些是把肉先不要放上去，所以雞到加分哦。哇，安用炒煮後吼，真係當香哦。但是安尼會跳油嘛？鵝肉本來是食油啊。
打炒好以後看啊比特地位可能哦嘿，較看俺開大火，大哥夾一下。哎，没有，俺不怕洗下冲啊。哎，看不出来呢，你妈妈叫清香，结果你们家吃重味。不是，他打落咧 balance 啊，balance 啊。俺媽媽凍強呢，佢喉嚨呢聽講黑化，哦，講邊啊？唔係，俺買混血兒。你混血兒哦，啊，你的鵝油應該也蠻厚的哦。混血兒代表都亮。混血兒代表。好，下鵝咯。好，等一下炒好應該是差不多了哦。老師說你差不多再3分鐘。對呢。你要選一款變變後嘛。我媽媽是外省人，俺爸爸也漢音啦，我也是混血兒。所以你是正統的。對啊，混歪掉，外配的。所以最近在炒正。看一下，看一下。我們的太好吃了。真的真的。皮肉都倒掉。我要帶便當。那就他們幹嘛嘅風哨哈？哎，他們風哨應該是加調油係嗎？調油。哦，湯外嗎？多少湯？好。哎。看起來個甜椒那個蔥條蠻軟哈。哎。等一下我翕一下嗎？翕。紅燒一般素食都怎麼做啊？也是差不多，也是這個醬油，對，麻吉 Q 用，煮生某 Q 用，煮生某 Q 用，嘿。你其實動到的雪菜圈就在做風哨哈。都對啦，有杏鮑菇，還有該挑皮，挑夫果嘛做的。那你們的味道，紅燒的味道，那個重從哪裡來？重味。麻酒。哦。然後挑酒。哦。哎，那條要加香油哦，撈麻油嘛嘅東西嘛。香油來加，香油來等，因為都有香油。跟米線上唔乜掉嘅，唔會揮發掉。哇，很有擺盤哦，很用心哦。啊，因為我這種鵝肉準備啊是比較肥一點點的，鋪加生菜哈，就會有那種清爽的味道。這個再要補一下唔怕，我們先過去。住。好。好快！哦，要不要好了？我想吃。差不多咧，馬上要取蝦米咯。清香姐，因為讓我講吼，了懂你自助餐沒就買哦。媽媽取款，兩頁內行誒。這個鴨丁濃真的，我想要買那個醬。微笑，搞定嗎？好吃，好吃，好吃哈。我也要試吃。我們可以現在就試吃嗎？可以，強。真的假的？哎，不要啦，留來等一下，等一下讓要後尾哈。差不多咧，再30秒啊。你們調味剛剛我們沒看到，除了一塊是個醬，還有幹嘛嘅嗎？加我希望先放點米酒，安樣子。炝鍋而已嘛。安樣子好咧。哎，那你們的鹹度從哪裡來啊？那個醬不是醬鹹嗎？嘿，而家調那個醬冇鹹是大概6點鐘，安樣子好咧。係啊，差不多。現場倒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吃看那鐵觀那一組，真係你嘅不卡好米絲咧。鐵觀呢來變化出來鵝肉料理，分享了真愛嘅馬丹鵝肉，哇，超香的！而且它個真嘅下播一個油樽拿去攪拌，因為是鵝油。來，馬上請享用，吃多快一點沒關係哦。天哪，我受不了了。哇，都按小嘅時間嘛，做啲炒到按香唔簡單哦。它那個醬很厲害。它就吼一塊是到在地圖嘅時間係辣辣嘅。咁我再等2秒，媽嘅感覺出來嘅。好吃嗎？好吃。真件係同針的，生得下來呢來幫食鳳燒嘅哦，淡水鳳燒嘅，也係鵝肉嘅皮哦，鵝皮哦。我哋佢就加甘啲哦，我就做好 Q 彈嘅，因為我就要溜個皮啊，我們的皮好嫩，所以那個口感，唔但講就肉嘅口感，還有個皮凍好食。你知道樣板？啊，這因為食到那個感覺甜味嗎？有哈。你這次也是一次吃2個嗎？我覺得啊，因為鵝肉哈，它本身有一種香味，不說你做肉的變化呢，而保留這種鵝肉的香味當蔥葉。我覺得紅燒的也做得很好。我哋要保留嘅鵝肉嘅味好多，香味。生得下來呢，就來本師傅來上腦筋呢，提前呢先向李師傅搶分數。你比較愛辣妹哦。好了，看一下林姓記林師傅。哦。
你们这2个爱辣妹的人，讲一下。这片麻辣嘅起嘅上面油炒多，今日姜黄肉就先用油炒过，所以姜肉质较咸。这片上呢，这口味呢 OK， 但是呢就会讲红烧的透油的香味冇炒多。嗰件饼用了加油嘛，可能盲油饼都水咗成落去，增落透油，所以香味完全冇出来。这片的油香味有出来。这係想法。阿丁师傅，你有想法嘞？用多个料理呢都清口型。那这道麻辣的呢下饭啊。它可以比。然后这个给你摸盘呢吼。嘿。啊，那就做嘞。其中应该李师傅讲嘅，就是透就冇变高啦。因为冇做到嘅风效嘅问题吼。透油的香味冇超出来。好，杭白做的改变一下做法，是吧？可是没黑懂后生啦，对，真的很甜。用懂3倍，等一下我们继续把它吃完。不过呢，今日李师傅我来表现家嘅四个料理，看下佢带来乜嘅好料嘅搞菜切糕。中埔素卤菜。好，多谢李师傅，佢做在处理海产以外，也跟我对佢来讲，都係係一件困难的事情咧。你 OK 吗 ？OK， 还是我们交给鲜肉处理？小鲜肉啊。干嘛做的？干嘛做的？干嘛做的？都先搞本来。啊，今日会做嘅料理，怪死鹅肝饭。鹅肝哦。啊，除了鹅肝，还有乜嘅食材？今日食材咧，怪死一定愛嘛哈。再來種鵝肉，個飯一定愛。也是鵝肉皮哈。嗰個飯嗰個一係鵝油磨出來嘅紅皮。是偷剛剛清香姐的嗎？不要啦，這樣弄嘅。好用心哦。那時這邊按用心誒。不是偷剛剛第一對他們那個。唔係啦，係即刻變嘅。啊，再來種鵝肝，嗰樣鵝線，都冇打上去敷嘅啦嗬。嗰粒就是也係擺盤用嘅，也係當切嘅，也係芥末沙拉醬。你佢搭皮啊，鵝肝也就食落去，佢唔會按油嘅，這樣做嘅。你今天怎麼變那麼用心啊？我點好嘅東西全部係即刻做嘅。哇！嗰陣今日做一份量太鋪盤嗬，今日我也係愛用鵝肉去留一怪時錄用啊，嗰去爆一飯，所以一飯我點會再處理。啊我一鵝肝呢，我今日係做模仿西式的鵝肝醬，嗰加上係黑橄欖嘅黃豆醬去做嘅。哦。所以佢需要時間，所以我要先做好嘅。咁樣會做我搞太搞。佢就鵝肝先烚熟啦。对，再用黃豆漿個米酒去打成泥就。用果汁機時候咧哦。哦。調理機。打成泥就做得了，它就變成加鵝肝醬，西式的鵝肝醬。哦。然後再來就是吃這樣的。原來如此。調一些飯。這個是浪飯嗎？也係飯，一般的飯。浪飯。如是超過就是要用餃子做的，我要。你的飯會不會太少啊？不會，因為佢一撞落去以後。調好以後呢，其實是要半點鐘到1點鐘嘅時間。哦，所以我們節目冇暗瘡啊。哦，啊，該地圖風風係嘛嘅？鵝卵哦。冇啊，就普通的嘛。哦。普通的。啊，佢一飯呢部分準備好嘅，另外一部分就係鵝肉，佢咩煮到都要出來。我有。要切蝴蝶刀。哦，什麼叫很多蝴蝶刀？蝴蝶刀就會按呢嘛，蝴蝶沒辦法呢，所以唔會彈中間。蝴蝶翅膀沒有這麼短哦。我示範你那個。你那個是蟲蟲危機裡面那一隻。先說黑狗人家得獎放你做你的車哦。好了，我的分給他們兩個，你們贏嘞。我們會吃啊。但是後面那個雞哦，蓋妞哦，就要看大家的命運哦。對。1、2、3。啊！憋尿啦！哎，我該去兩片哦。哎呦，好想分你們呢。又在偷偷炫耀。哦，冇切斷腿。那切呢？它中間有兩面的皮，它兩面有點肉。哦。它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就也切好了。沒有先做好。哇！也就係剛剛個切好的鵝肉。蝴蝶。我今日現在煮到係怪時，所以我要標一些怪時，多一些調油，要先滷過嘅。哦，所以該vụ係有調油哦。調油。用怪時老調油先煸起米下，滷一下。要滷差唔多2點鐘嘅時間，其實會入米。這樣子吹也花太長的時間了吧？好食嘅東西一定要用時間。我以前唔識就好誒。做得清係做得，佢一飯就來。
来一包都要羊肉皮乖。天哪，你要出料理，根本可以在法式餐厅卖嘞。对啊，但是它是浓浓的客家面，其实当见大家就会安尼去呢。后来建议了。哦，建议了一个细节哦，也是要像那个压海苔寿司这样子。对。要懂强哎。对呀，我要吃到这个都。而且因为你是开蝴蝶刀，所以它你看它冻用很该鹅皮，然后两边刚好是鹅肉。它给剪起来，给它鹅皮会 Q 会动，很特别，会动，像一道蝴蝶结。Q 起来这样子。像一道蝴蝶结，然后就快速剪掉了。哇！然后包个天一点哈。700看到要真正懂强哎。其实我这一道是模仿西餐的鹅肝饭。哦。哎，要煎久一点，底下要煎久一点。请问一下。除了鵝肉，還仲有一種配種嘅肉嗎？做得，做得啦。你叫咩煮啲鵝肉？按羊肉咩做得，羊肉咩做得，豬肉咩做得，像豬肉卷這樣子。因為應該醬味有個怪事哦。怪事 Q 面嘅烤肉醬。哇！呀，真正當客家面哦。嗯，完全主要就係用客家嘅。今天是為咗該客家嘅主題，所以選那個怪事係嗎？起前他做得嗎？怪事佬鵝肉客家，前餐。然後按牛卡哈。哦，對。而且人就煮壽司，一些米酒搶嘅米絲。哦，鮮咖米酒哦。再來一就係素蠔油跟味淋，所以呢，就料甜米。啊，個撈個糖嘅甜冇重要，它是自然發酵嘅甜，有一點水，不愛些水。一開始先加這個不會焦掉嗎？叔叔而家有加酒。哦。大家要加些酒。好嘞。怪事啦，不要讓伊燒一下就好誒。燒好了就擺盤。哦，用石頭的啊。哎呀，現在是玩圈圈叉叉的時間哦。對。哦，下杯棒棒味啊呢。哎，我也較特別的芥末沙拉醬。這個一定都好食嘞，你看單槍用烤呢就提供給有當到種層次誒。兩種唔簡單呢，芥末跟那個美乃滋的比例走得到大家講嗎？1:2，沙拉2，芥末1。里面我有吃到一個顆粒感的東西，該係嘛改啊？真的山葵去磨的。哦，這裡面有這個調亞瓦薩比，有真的山葵一般，或者一般的芥末粉一般安尼。咁做得用結醬。結醬沒做得咯。結醬沒做得。我覺得也很好，而且顏色沒懂醬。但是因為他要炫耀他的一些調醬功夫啦。脆梅做得嗎？啊？脆梅做的，酸酸甜甜的。脆梅來做壽司裡面 OK 啦。大家都有巧思哎。哦。你知道這種大小只有誰吃得下去嗎？你啦。清香姐。她一口可以吃2個。啊，對。哦，兩頭菜吼，凍好款。係咩怪事鵝冠飯做好咧？阿娘就好食咯。带来4个料理，大家想吃吗？哦，都想我吃哦，你唔是门。今天题目简单一点好不好 ？OK， 冇問題。客家師傅把福鹽雕像我講太鵝卵，係乜嘅意思？我知道。A， 人偶像冇實際 ；B， 人做事懂上忙。哦。猜拳，接着猜拳當做答題，好。我们要派出拳王2個媽媽的對決。來，剪刀石頭布。你看，來講天崩。來 ，A 也係 B 嘞 ，A 不實際哈。來這個熊兒先 A，還是啦，我們準備迎接鵝肉啦，鵝先咯。先說，黑狗人家都講一放，你做我們的車哦。好了，我的分給他們2個。因為你剛才吃了。那如果你們贏呢？我們會吃啊。看一下到底答案係 A 也係 B 呢？答案係 A。講一下做乜計？細隻個條嘅，其實講述比起個體積嗰個太鵝卵，用來比喻講偶像冇實際。對，偶像。好啦，不能吃。你們自己選，你們要哪一個？是要辣椒絲呢，還是上面的？你要上面的這個菜是不是？最大的那一塊。哦，好，來這個。
薄签不能吃哦，给大家有生嘞，对吧？厚薄签。好啦，对，这个胆固醇太高了。真的，你不能再吃。来，秀出你的腰间肉给大家看一下。哦，抽筋。很香哦，刚好是。哎，今天morning 我表现一下它是好食的吗？这个我们不能那么快吃掉。你的队友吃掉了。哇，哎，钟志哥你是安家哦。它底部放有鹅肝酱的小米。鹅肝一般人客家人都拿用炒的，所以今天来做木工用的料理。外边买个鹅肝酱吼，其实都唔贵，啊，自家做没做的？自家做的。你真的可以看海陆餐厅了。真的吗？懂后生。但是你要先学海陆腔。所以其实你吃用用板，好吃。唔是试过按好食的东西。这个肉啊，清软清透心，有冇试过按用嘅牛肉？真嘅。真嘅呢？它就该地图报给盘吼，紧紧动聪明的，因为哦，如果一般有蛋抢是跟翁用吼，真的算是一道菜。那你不该地图报给盘吼，所以它可以算是就是一个正餐了，一个主食，一个排餐，它就是一个西式的排餐呢，管样去做的，搭配客家人的口味去做的。你出料理啊，真嘅本来对历史不给也给想法完全改观，因为啊真嘅挺用心的，包括地图的饭呢，搭后哦，搭粒饭粒都吃得到也个鹅肝的嗰种粉粉香香的味道，又加一个怪的是，最背面又加一个素的蚝油酱，又有要提出了加味道，真的懂真的。这道菜应该去比赛耶。应该去比赛吗？哦，没问题。懂真的。哎，那你报名下一集是不是？报名下一集。走路一饼哇！啊，你龙沙感觉嘞？好吃。意外之喜呢，本来系摸舌头哦。本来係輕而無實的。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希望你可以來真嘅來吃咗料出料理嘅話，無咁簡單。睇時間呢做詳細看那搭鋪車，地圖呢都要解到嘅細節扣到地圖，一定要看詳細啦。唔講呢，扣錢風吹得到2分，三下來見狀來淋水要加油咯。好，馬上就會進行最背面一關挑戰。料理風綠燈。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撒定完成種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啲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涼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一家之主，安利水來上菜嚟。好，又到我要嘅料理風綠燈嘅時間啦。先來今日請阿志師傅來看一下，今日菜色係乜嘅咧？好，照燒雞肉。我做照燒哦。照燒雞肉有日本式的，日本式的做法照燒的方式。其實從嘅下李師傅做嘅醬係差唔多嘅嘛，有味淋的元素嘛。好，但是後面那個雞哦，蓋妞哦，就要看大家的命運哦。對，亞洲來派推表來猜拳。好，我會派出馬薩。哎呦，如海天王，拳王跟拳王，加油好冇？清香姐要不要加油哦？哈。剪刀上條布，耶！好，我先那個，看你名字，剪一張，係照燒馬嘅咧，哎呦，蓋妞係耶，馬上立馬開追給你，而且還是蓋鼻妞，因為嗆電係嗎？風電，來讓看有冇？好，1、2、3，啊！連尿啦，係嗎？連哦，做的啦，你可以找他幫忙啊。啊，做素的，連是在耶，可以串槍的做，是在耶，是在嘅。好，應該做的吧？來拿起自己的食材來。好，剛剛還以為是香蕉嘞，你想看綠色是什麼？綠色嗆的，年糕。你們國家的食物哎。韓國人。好啦，按用喺後生發現好食材，開始間呢拿出兩個本的。中共那攞這個照燒的味道做出來就對了哈，馬上就會進行最背面一關挑戰嘍！最背面一關挑戰呢，硬係喺推表風水來講一下，題目藍水加油，我們請藍水加油，好不好？因為前面要做創意的。對，因為前面你得了2分呢。哎，偷炫耀一下是不是？沒有啦，沒有，因為我覺得啊，水機記，然後泰國會咖比沒當後生，所以我希望你們也可以好的表現。今天沒問題了。那我們這邊呢，就拿出平常的實力就做得了。好，比賽倒數3、2、1，搶開始。搶開始。
好，马上就来要到 V 了，可能好。先访问一下清香姐，刚才手抖跟盖音有改虚接哈，我看你面无表情哎，但是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很高兴送饭去。这个也是蝴蝶刀是吗？没有。因为拄下做会用先老该聊表面上2点钟。哦，这个有啊，今天我爱你是打开来加下去是该种该寿司。好，给本。姓名平常时是不切东西哈，因为我看你切的还蛮厉害的。有饭嘛？要抓是吗？嘿，马杀鸡。哦。好嘛来，秘诀来童子，痛须，痛须。不是紧张。看到来小鲜肉紧张，感觉上小鲜肉好，因为紧张。对，要先比卤够案呢。哦，根据两片哦。哎呦，好想分你们呢。又在偷偷炫耀。有没有？很想把这60秒分给你们。真的吗？那我就先谢谢清香姐了。忙了。来跑给你要不要讲的？先讲。对，先讲。这要炸多久？煎到金黄色。好，金黄色。大家有发现吗？事情吗？所以这个加夫教粉米酒烙头就是好的哦。那个味淋嘞？刚刚有加哎。哦，有加一点。哦。好，我觉得呢，俺要煮应该会笨笨的粥，因为我们就是抽到原食材，我比较想看你们的。我担心大概练尿有没有？很想把这60秒分给你们。真的吗？那我就先谢谢清香姐了。啊，先够一下。好。哎呦，应该还加味淋哈。我们味淋先炒一下，炒酱。等一下，你看水给切开很姜哦。照烧先炒酱嘛，可以。先炒不给用了，因为刚刚师傅我记得第2关他也有这样做，先炒一下。但是做不得炒出口来。我应该加个问号，对不对？做在公巴吗？应该做不得。身为小队长，可是你有厨师帮忙我。你有厨师帮忙我可以用。你要先用吗？没有。你要用吗？我先扣一下，请师傅帮我。现在吗？我建议。现在吗？好，请去购。阿志师傅，来，我可以先把那个酱油先捞起来，对不对？撩起来。好，韩总得快去技师哦。技师。忙。只有60秒哦，来。等一下，因为机会跑一下，所以我们这个热油吧。我热一下。等下烧酒给徐姐，我们还可以先做什么？好，这个莲藕先拿下炸一下。那我们这个莲藕一定要剖锅，会剖锅，它每多才会进去。对。等一下该添加的果酒是好的哦。那1小干剖的都。对啊。忙了。来剖鸡你要不要讲的？先讲。对，先讲。这要炸多久？煎到金黄色。好，金黄色。大家有发现吗？事情吗？剪过那个金黄色之后，我们捞起来，然后先炒该洋葱从头。好。大火应该走得哦。我们是特别有切那个青黑吗？要切嘞。很用心哎。也让你毕业啦。对耶，很像螃蟹的螯。有用心啊。好，我们先确定一下，等一下哈，因为你要泡到劲风以后嘞，然后刚刚师傅又讲哈，我们的那个葱条先来炒。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眼神，这个有金黄色了吗？可以的。你用眼睛 ，you 是点一下，摸是点2下。you 嘞，好，做对嘞。等一下有那哈去炒吗？好。好啦，先过来的啦，加油！哇，刚用下半，那干嘛盖盖子啊？怕它没熟。怎么个会加红豆油啊？我等一下油不要用到，我怕它发。这个是这用豆是好嘞。对。因为有用挑油啦，它会出口来了，要注意哦。等一下要先切开了这样炒。还是你们直接现切开了，然后长了煎？还是我们用厨师帮我？好，拿来切吗？帮我。好，来。好，要选哪一个？都可以。李师傅好了。妈妈，你很像在选老公哎，才不会对内相比。好，李师傅先起过来。没有，给他冇买好天数的啊，要更简单的啊。开始。开始。你不要不动啊！不是我不知道他要干嘛。这个已经差不多，就是等于前面吧，那好像地图和风呢。我就要切开了。好加的哈。而且这个照烧鸡，因为它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它是不是那个外皮哦，一定会煎到擦擦样？切开了去煎，可能。火嘞，台底有吗？油啊，较加些。还有加油哦。有一些半泡半煎啊嘞，给他们焖，所以你要油啊加一些些嘞。那个羊啊，要让切开了，你可以按来煎。可以按来用嘛。
反正腌就来早熟了就会。可是佢冻姜会出火来嘞。所以你又可以改一些的呀。有点盖到一半，是不是？啊，有点像半煎半炸啦。哎，半煎半炸就做得了。因为你刚刚你看挑油漆没炉跳的，你已经炉跳。它就该温土哈，调带它会吸油，是不是？你来早熟了就会冻姜就熟了。软软的就冻好出来。是孟师傅，是孟。因为咱切开了，佢冻姜都熟了。哎呀，大家都不带呀，不要搞。西建懂那排鲜呢哦。啊，师傅，食神归位一下。哎，发现到两组哦，用的那个60秒，全部用都该挑母耶，挑酱哎。你们对调酱都很。都冇表演的。啊，我们等一下炒还会继续再熟下去。没有可以沥油的，不然你这样子沥。那个皮有擦擦吗？那就先过一款一下冷水哦。好，加油咯！哇，要火火调色吗？味淋就加了吗？有。应该是加到切得起的冻姜哎。对个，我加盐。照烧的精神系咪就是有香味啦哈？照烧是讲日本料理方式，不会用甜的东西去烤的意思。哦。叫做照烧，烧，给烧喺人哋台湾的烤。那我们今天的红烧，一般的这种电金炉走出，就像刚刚你用剪的就炒的。哦。哎，你要水妹长表，唔会表下去，它这样会水掉。确定你有比他厉害吗？确定，应该用干。所以刚刚林师傅给他做嘛会剪这样的。嗯。他就是用那种方法就要用。我们等一下摆盘之后再撒。好嘞。差不多好嘞。好。好了，倒数喽，3、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吃Kona最杯米馆喽！那一部卡张系列太重谱嘞。这照烧嘅料理咧，真係冇咁簡單。最終啱師傅呢，要留喺呢度解釋過，建議本身料理呀，料理方式本身佢係用開嘅。那因為我們的場地的限制，要做的就邊工用嚟煮飯，等一下先來講解好嘅。先来吃一下风吹的照烧鸡。我们选肉皮耶。好，来吃Kona喽，当然。它就开连皮圈还香的哦。日常外面卖嘅照烧有像，你们自助餐做的考虑吼，加两头料理落去的。人家就是用板黑面筋，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比这个都长一些，它长的哦，它好吃。他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一点点。啊，我认为这两最快。因为两头出来吼，照烧跟他师傅就讲吼，就是那个香梅啊。然后挨就加个东西哦，因为有用下炒，它的甜味都有炒到一起。又脆哦。我就是觉得冻餐对诶。我看果然又破锅，冇强龙吼。有火锅的话，那会不会刚刚长的味，而且又开会就做这个米汤，就像啊食咖喱也强用。啊，又加点梅，冻好吃。哎，你都没做的习惯，你都做个葱头啊，和那个香蕉啊，哎，没冻好吃呢。以素菜来说，这应该味道很不错吧？对，味道很好。好什么？好吃。好吃好，都表现都懂好。好，紧张的时间都了，压时间呢，先来抢李师傅抢分数。这道菜又没有麻辣，等下看一下林师傅抢分数。哦，哇！李师傅抢公平。今日有两样菜嘅蕎米拢做来拢同度哦，蕎米爽冇嘛问题。啊，我现在也俾因为给它兼用来处理到看嫩，给个嫩度有做出来。我们嫩度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它本身安尼就懂好嘅。哦，就懂好。我煎冇得整较旧些，冇得也个水，了先通过这样一煎，因为底部有一些母亲头，有切，但是母亲头。等下问一下林师傅哈，是不是因为这道菜是素的？是素的啊，所以这个分数就是素荤之分。用对都做该都清好些，然后颜色啊搭配都非常讲，非常好看。两多年来是都就该从头该梅，然后挑就该别个该咸梅跟香梅拢清好些。啊，像你系做在个料理的转冲的师傅哈，那像这道菜你有建议的做法吗？从头先煸锅，然后那个莲藕炸锅完之后，再加那个酱油去烧过，
哦，烧过，然后整个让它收汁，对，翕到，翕到，较无按舒爽的那个感觉。哦味淋系全部长咧表，嘿，哦，安样是好多嘞啦。好啦，唔过呢比赛呢就系有素养吼，做得分出来，可是互相学习。馮翠今日得到3分，藍翠得到1分，恭喜馮翠得到3000的元呢加菜券。恭喜！哇，妈妈的笑容终于出来了哈。真的。哦，慢跑，不过蓝翠今天哦没动好哦。哦，哇哦，2紅哦。哦，还有没有？冇嘞哈。这可以丢到咖啡茶当中。嘿，了。多功能蔬果刨切组，咱就了解嘛个哦。不锈钢的便当盒，你还做在微波的哦。你做的做爱心便当不分有声。嘿，恭喜啊！23号，恭喜！恭喜！好，皆大欢喜，寫落堂坤啊，前向次再好好講法，老太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當師母大家哈，我唔要講話，師母大家。佢當講件事，唔可以啊，表現得當好誒。係啊。啊，下一拜，你講係要以 BFR 愛過來參加冇？愛，有請朋友跳下來。大家歡迎。喺呢節本，老太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凍好膠，嘛凍好色，然後學到凍好嘅學習。龍師傅學到凍冇強龍嘅做法，而且佢出菜冇按過好，都不卡練習厲害，真勁。大家都還唇齒留香，跟提着頭改那個麻辣，對，印象動情。而參加感想係乜嘢？參加戀愛節目凍好，我是希望這個機會能夠下次還可以繼續來給我們客家人的那個歡樂。是挺愛啊！還有吼，問一下，總結個，來參加我哋個節目就買感想，做啲老大家講哦。參加呢個節目學習到真多大家不好意思哦。基隆沙情境動吼，長期走該咖啡車也是一樣，就是做出一個人生突破。來參加我哋個節目，咪係人生一個突破啊！下次更加突破，得多加獎金，好冇？好。好啦，呢擺大家喺講東南特別遊覽區看到種子個老水自己嘅也個面上就提個基隆沙嘅你客家人嘅咖啡做到一定站到嘅，感謝大家這擺做得來參加呢個比賽，感受到你就對做料理也好，對不卡嘅用心，真係喺你當有收入哦。係啊，無論你係你係轉廠係嘛嘅，無論你係做自助餐啊，無論你係做咖啡車啊，全做你都報名參加哦。唔走，依家自助呢最定定睇自家向下來報名，向下來分享也不卡嘅好美食，依家自助，你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